老挝总理西潘敦先生在泰国曼谷举办的联合国亚太经济会第80届年会开幕式上致辞。2024年4月22号上午，老挝总理松塞西潘敦先生在泰国曼谷举办的联合国亚太经济会第80届年会上发表视频讲话。本届会于2024年4月22号至26号期间，以撬动数字创新促进亚太可持续发展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并由来自46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高层代表团，包括菲律宾总统在内，以及孟加拉国、柬埔寨和泰国3个国家的总理、联合国大会主席、各联合国组织、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等20余方代表亲自或以视频方式参加了本届会议。松塞西潘敦在致辞中对联合国亚太经济会80年以来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表示其对亚太社会在2战后的经济复苏、国家脱贫、促进投资与贸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空气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老挝总理还在会议上通报关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为了解决各族人民群众的贫困问题，以及推动绿色经济持续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以便其在2026年摆脱不发达国家的地位，即将一个内陆国家转变为一个陆地链接国家，并且还重申老挝政府在致力于通过实施国家数字经济发展20年规划、国家数字经济发展10年规划和国家数字经济发展5年规划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老挝数字经济转型将以3个主要支柱为核心，即发展数字化政府、发展数字化经济、发展数字化社会。此外，老挝总理还指出，2024年对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年，即是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以加强联通和韧性作为全年主题举办东盟会议，以及是今年老挝2024旅游年。期间将由老挝国家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沙伦塞贡马西先生率领的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官方代表团将继续参加该会议，直至2024年4月26号，并于2024年4月23号参加与各国的双边会议。